大家做嘢咁忙，當然想放下假，輕鬆下去旅行啦。嗱，我啊中意去打高爾夫球啦、潛水啦，同埋滑雪。不過記得有一次我喺加拿大滑雪嘅時候，過海關嗰陣，阿 Sir 竟然要我拎埋香港嘅身份證出嚟，仲問我係咪報細咗個年齡。我嗰一刻真係從心裏面笑咗出嚟。不過即使係天生麗質都好啦，係要保養㗎。我以前拍劇咧，壓力好大㗎，試過長期唔夠瞓咧，睡眠質素又差，覺得係時候都要認真啲調理下個身體。所以咧，我揀咗啲supplement嚟保養。但係食落肚嘅嘢就一定要有科研有認證，我先肯試啦。終於我揀咗 Neo Youth 美康萊 Everest 嘅頂級王者 NMN， 佢有幾好？咁你睇我呢個人版，你哋就知啦。佢入邊咧有日本100% 純度 NMN 專修復受損嘅細胞，仲有法國專利蜜瓜提取物 Glycodin， 每秒咧可以 KO 100萬個自由基㗎，等於一邊修復一邊抗衰老。我食咗幾年㗎啦，最真實嘅感覺就係，無論係捱夜啦、時差啦、長時間疲勞之後，第二日起身咧都唔會咁攰，精神同體力咧都好快好返添。係時候補充下啦，每日1至2粒頂級王者 NMN， 輕輕鬆鬆就可以由內靚到外。原來靚咧就係咁簡單，唔使羨慕我有幾容光煥發，你都可以㗎。我就帶埋佢啦，出發！